即马有一种新的行动电源，是用吸接原理，直接吸伫咧这手机后壁，会使直接充电。毋过嘛有人勘问讲，上班充电充到一半，所向爆炸，害着伤。这业者嘛表示讲，因的产品拢有经过认证，若是民众买着袂放心，嘛会使摕来换。这位女性坐伫办公桌头前，工作到一半，熊胸坎头前一阵火光，搁来到 “bang” 一声足大声，互伊规个人向后飞出去。边仔的同事是惊甲硬去啊，因为这熊的状况，竟然是伊的行动电源充电到一半爆炸啦！我差一点那个命丧黄泉，因为就在我前面而已，睫毛跟我的眉毛，还有嘴唇，还有脸颊，全部都被烧烫伤。这种意外，互伊毋拿衫，互烧歹去，佮有伊的喙皮、目睭皮拢烧着伤。事后，这位查某佮发文警告讲，自吸式的电池真正毋通用，会爆炸。但是因为磁吸比较方便，它就吸在手机后面，而且又薄薄的一块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拿它进到浴室啊或者其他地方，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到水或者其他一些环境里面，造成它的电池损坏是有可能的。爆炸的原因搁咧厘清，不过根据了解，爆炸行动电源是阿哥元素旗下的自吸式行动电源。这位女性去年9月才伫实体店面买到，使用无到半年。针对事件，阿哥元素是发布声明表示，工程技术团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。另外，若准消费者手边的行动电源有符合2个型号，会当免费换新品。另外，佮强调讲，所有充电器类的商品，拢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，也佮有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的相关认证。看说他可能有没有什么负面的评论吧，也是看说他就是认证上也算是一个保障吧。特别注意品牌的部分，我挑大品牌。对，比较安全的。有认证的产品发生爆炸的事件，经济部标检局伫交稿进前也未回应。不过专家也强调讲，就算有经过认证，若准错误的使用习惯，依然有电池歹去的风险。日常的使用一定要注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